今日我哋3A4班嘅同學要為大家分享一個關於尊重別人嘅故事。故事內容係描述子楓，佢係一個唔尊重別人嘅人，佢成日都令啲同學唔開心。我哋依家一齊嚟睇下啦。你知唔知啊？琴日起咗哪吒，又搞笑又感動啊！係啊，媽媽帶我去睇過，真嘅好好睇。我覺得一啲都唔好睇啊！好，請問有冇同學知道呢題嘅答案啊？知道就舉手啦。好，嘉琪回答。我覺得答案就係我知道答案係 A， 你一定唔識㗎啦。咦，你哋話得一啲都唔好睇啊！為人同子楓，我覺得你嘅樣唔係幾好。你不可以尊重別人，將心比心，你都唔想人哋咁樣對你㗎。冇錯，將心比心，我都唔想俾人話，佢哋支持一定好唔開心。我決定要改變自己，說話前要考慮人哋嘅感受，學會聽下人哋講嘢。如果我想答問題，我要等到人哋講完嘢再發言。經過同學嘅提醒，子楓決心要成為一個尊重別人嘅人。同學見到子楓嘅改變後，都願意再成為子楓嘅好朋友。同學們，你哋認為尊重別人重要嗎？你哋同人相處嘅時候，又會唔會將心比心呢？